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周三承诺扩大多边安全伙伴关系，并深化两国连接，双方对中国的崛起都表达担忧。美国和印度都对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日渐增长感到担忧。俄罗斯方面公开参加在中国举行的西部联合2021军演。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显示，午间证实中俄武装力量将于8月上中旬参加在中国举行的西部联合2021演习。欧斯汀指出，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伸缩缺乏国际法依据，践踏了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权益。不幸的是，北京不愿意和平解决争端和尊重法治，这不仅仅是发生在水路上。欧斯汀说，我们还看到对印度的侵略、对台湾人民的破坏稳定的军事活动和其他形式的胁迫，以及对东突厥斯坦穆斯林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由西巴尔干国家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发起，并被公众称为迷你申根的区域倡议，在斯科普里宣布为开放巴尔干。在论坛范围内，这3个国家的领导人聚集在一起，签署一项协议，以促进该地区公民的生活。美国和俄罗斯在日内瓦举行战略稳定会谈。俄罗斯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俄罗斯的高级官员周三就缓解世界上最大的2个核武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重新开始会谈，在非正式磋商后同意于9月再次举行会谈。2014年7月28日，开斋节第一天，东突厥斯坦喀什省刹车县伊犁什库镇遭到中国军队的重武器轰炸，该地区的3个定居点从地图上完全消失。据克里米亚通讯社在伊犁什库大屠杀7周年之际发布的消息，东突厥斯坦至少有2000多名无辜的维吾尔人在该事件中被杀害。重返在美国的办公地点之前，互联网公司谷歌和脸书的所有员工必须接种冠状病毒疫苗。这2家公司分别做出这一宣布。